种的行为，咱绝对无法度接受。6月6号，鱼出去，人回来。6月6号发大财，高雄人绝对袂当让韩国瑜看你。韩市长最近的举动，其实对高雄人来讲，很多我的好朋友都告诉我，他是把高雄人当塑胶吗？罢免案投票，6月6日高雄见！6月6日高雄见！现在咱来发现讲，过去韩国瑜讲咱甲抹红抹乌，结果伊即摆所作所为，对着罢免的行为，完全甲阿强同款。大家人拢知影韩国瑜甲中国共产党有啥物无共？差别伫一个会当选举，一个袂当选举。所以即摆伊就是透由着这扛棒，这一回游行，无爱宣传，无爱投票所的方式，这敢是一个正常民主国家应该发生的代志？我就算安那互人讨厌，我嘛爱互人出来一个投票的权利。韩国瑜敢有连这个基本的权利拢有替人民来固守着呢？所以伊即摆用维稳甲大外宣的方式，就亲像中国去互全世界来笑咱的民主，我无要紧，只要我人民听袂到就好啦。所以我甘愿拆扛棒，我甘愿互全台湾的人来笑咱拆扛棒，我嘛是无爱互高雄人来了解到罢免的事实甲权利。这种的行为，咱绝对无法度接受。6月6号，鱼出去，人回来。6月6号发大财，高雄人绝对袂当让韩国瑜看你。韩市长最近的举动，其实对高雄人来讲，很多我的好朋友都告诉我，他是把高雄人当塑胶吗？高雄人有一种很奇特的性格，你越是莫名其妙的阻拦，高雄人越要展现高雄人坚强的意志力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伟大的高雄市市民，6月6号我们一起站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写历史。我相信这一场的选举，这一场的投票，全国都在看，也全世界都在看，高雄人会做怎么样最好的决定。当我们在这里一直指责韩市长的时候，其实韩市长正在默默的实践他选举其中的一项政见，就是政治的抗议活动完全是禁止的。大家去回想一下，2018年10月30号的时候吧，韩国瑜市长就公开讲了，以后他当选之后，如果有任何政治性的抗议活动，一律都是禁止的。所以韩国瑜现在正在默默的实现他这一项的政见。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不可以让韩国瑜这样糟蹋，所以我们呼吁伟大的高雄市民一起站出来，高雄人不是塑胶做的。